渡輪上的破冰時刻，午後4點鐘的天星小輪正從尖沙咀緩緩駛向中環。我坐在下層靠窗的位置，手指無意識地在手機屏幕上滑動，複習着英語學習應用程式裏今天的新詞彙 ：climate change、heatwave、generation。這些單詞在虛擬對話中反覆出現，卻從未在我的真實世界裏找到落腳之處。引擎的震動透過木製長椅傳來，帶着某種老舊機械特有的規律節奏。我抬起頭，看見一對年長的西方夫婦正小心翼翼地走下梯。先生滿頭銀髮梳理得一絲不苟，穿着淺藍色的麻質襯衫。太太則戴着一頂米色寬邊帽，帽檐下露出溫柔的皺紋。他們在我斜對面的位置坐下，輕聲交談時，那種經過歲月打磨的澳洲口音，讓我想起學習應用程式裏老年使用者對話模組的樣本音頻。我的心跳開始加速。過去6個月，每個週三和週五的晚上，我都會戴上耳機，與人工智能導師進行情景練習。他教我如何問路、點餐、談論天氣，甚至模擬過與退休人士交談的場景。熒幕上的對話流暢完美，我的得分越來越高，綠色進度條穩步前進至87%。但我始終不知道，那些被演算法肯定的句子，在真實的空氣中震動時，會是什麼模樣。渡輪駛離碼頭，維多利亞港的波光在舷窗外跳躍。那對夫婦正看着一本旅行指南，先生的手指停在地圖上的赤柱市場旁。就是此刻了，我深吸一口氣，那口氣仿佛來自半年來數百次的虛擬練習，來自那些獨自對着熒幕說話的夜晚。Excuse me， 我的聲音比想象中平靜。Where do you come from？ 他們同時轉過頭，太太的藍眼睛在帽檐下閃過一絲驚訝，隨即化為溫暖的笑意。澳洲，他說，聲音如曬過的棉布般柔軟。一個叫庫納瓦拉的小鎮，你可能從沒聽過。是葡萄酒產區，先生補充道，伸出手。我是大衛，這是我太太蘇珊。我握住她的手，掌心乾燥而溫暖。我叫明，這是我第一次在真實對話中說出自己的英文名，感覺像試穿一雙新鞋，有點不自在，卻又莫名合適。你們來香港旅行嗎？我問出練習過無數次的問題。是最後一天了，蘇珊的語氣裏有一絲不捨。明天下午的飛機回墨爾本，這趟旅程我們走了快2個月，香港是最後一站。對話的齒輪開始轉動，雖然生澀，卻沒有卡住。我得知他們先去了加拿大，在女兒居住的多倫多待了3個星期。零下20度，大衛搖着頭笑說，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那麼多雪。站在尼加拉瀑布旁時，鬍子都結冰了。但我們的小鎮現在每天超過40度。蘇珊接話，手指輕輕轉動分界，氣候變了，真的變了。我小時候的夏天35度就算極限。現在，他望向窗外，香港午後的陽光照在他布滿老人斑的手背上。40度的日子裏，整個小鎮都像在慢動作中，連袋鼠都躲在樹蔭下一動不動。我努力消化這些資訊。零下20度與40度的對比，在我腦海中形成一幅荒謬的畫面。學習應用程式教過我形容天氣的單詞，卻從未告訴我，當這些數字鑲嵌在具體的生命經驗中時，會帶着怎樣的情感重量。你們喜歡香港嗎？我問，這次句子流暢了些。喜歡它的活力，大衛說，但也，他尋找着措辭 overwhelming， 令人不知所措。人太多了，到處都是聲音、燈光、氣味。這句話像鑰匙，打開了我某個開關。
是的，我脫口而出，詞彙開始掙脫 AI 教給我的標準句式。香港很擁擠，太多人。尖沙咀、中環每天都是人山人海，尤其是內地遊客，成千上萬，街道都堵塞了。我停下來，意識到自己的表達多麼破碎。堵塞這個詞我用錯了，應該是水泄不通。但當我尷尬地試圖修正時，蘇珊卻點點頭，眼神裡是真正的理解。我們昨天去了廟街，她說，確實非常密集，但很有趣，那種生命的密度，在我們的小鎮是看不到的。庫納瓦拉的主街只有3個街區長，下午5點後就幾乎空無一人。你會想念那種安靜嗎？我問。